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辉山的轩辕家是江湖上极其强横的实力，家族当中出过不少的高手，甚至连陆地神仙级的强者都出了2位，大概是原著当中除了北凉徐家之外出过高手最多的家族了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轩辕家的强者。第一位，轩辕敬成，首先就是原著当中出场的第一位陆地神仙轩辕敬成了。轩辕敬成作为轩辕家的长子，年少的时候就被老祖寄予厚望，把他当做家族的接班人培养。只可惜轩辕敬成志不在武道，只喜欢读书，便认为是如若书生，不堪大用。渐渐的，在家中当中就失去了地位，沦为受人欺负的对象。自己的妻子更是看不得他这么的窝囊，跑去当老祖的双修炉鼎去了。即使受到这样的侮辱，他依旧是隐忍不发，没有任何的表示，一心在读自己的书。就连一向崇拜他的女儿，也不理解自己的父亲为何会这样。如果不是老祖将魔爪伸向自己的女儿，如果不是徐凤年做客辉山的话，轩辕敬成或许还会隐忍下去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只需要再给他5年的时间，他便能够进入那陆地神仙境界，去洗刷自己和家族的耻辱。只不过轩辕大盘没给他这个时间，将主意打在了轩辕清风的身上，想要将他也收为自己的炉鼎。轩辕敬成不再隐忍，在和徐凤年做了交易，安排好后事之后，便展现出自己真正的实力，一品天性境，先后杀死自己的2个弟弟，肃清家族的毒瘤。随后一人走上哭牛岗，面对老祖轩辕大盘。轩辕大盘是武夫天象，要比轩辕敬成这个儒家天象强得多。眼看不是轩辕大盘的对手，轩辕敬成耗尽一身的气运，强行进入陆地神仙境，用以命换命的方式将轩辕大盘给杀死，自己呢也烟消云散。这一日过后，轩辕家的高手几乎死绝，靠着徐凤年和北凉的扶持，才重新站稳了脚跟儿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轩辕家是原著当中最强的家族之一。那么轩辕家又出过多少高手呢？第2位，轩辕大盘。轩辕大盘是轩辕家的老祖，年轻时期的他就是有名的强者，在20岁的时候就挑战家族的老祖，让老祖重伤不治，自己坐上了家主的位置。30岁时和4大宗师之一的枪仙王秀大战，只弱于王秀半筹。40岁时单枪匹马闯进吴家剑冢，逼得那一代的剑冠用出最强剑术后安然离去。挑战完吴家后，轩辕大盘也得以学剑。50岁时，认为自己的剑术不弱于李淳罡，于是便去找李淳罡比剑，败给了李淳罡。学剑不成后，又去练刀，和刀法第一的顾剑堂一战后又败了。可轩辕大盘没有气馁，又去修炼内气，跑去和吕祖转世的齐宣真比内力，毫无疑问又败了。80岁时，老而弥坚的轩辕大盘跻身天象境，开始在哭牛岗闭关修行双修之道。走上这一道后，确实是有收获，他变得更加年轻了，境界也来到了大天象。只可惜因为把魔爪伸向自己的曾孙女轩辕清风，被嫡长孙轩辕敬成强行跻身陆地神像后引动天劫杀死。第3位，轩辕国气。轩辕国气是轩辕家这一代的家主，也是轩辕敬成3兄弟的父亲，有着指玄境的修为。旗下的3个儿子中，他最疼爱长子轩辕敬成。可轩辕敬成弃武从文，让他十分的懊恼。虽然有心去维护长子，但也改变不了其他2个儿子嘲讽和欺辱长子。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他也就任由那2个儿子去竞争那家主之位。轩辕大盘将魔爪伸向轩辕清风时，他敢怒不敢言。最终在轩辕敬成清理轩辕家时，轩辕国气被赶出了轩辕家，也算是有个善终了。在雪中悍刀行中，辉山的轩辕家是江湖上极其强横的实力，家族当中出现过不少的高手，甚至连陆地神仙级的强者都出了2位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轩辕家的强者都有哪些呢？第4位，轩辕清风。轩辕家嫡长孙轩辕敬成的女儿，本是个无忧无虑的大家族小姐，可因为被家族老祖给惦记上，让父亲轩辕敬成不再隐忍，因此引发了轩辕家的那场巨变。自那以后轩辕清风就变成了轩辕家的新家主，在徐凤年的扶持下慢慢的变强，相处的过程中爱上了徐凤年，只可惜徐凤年的爱注定不能独属于他一个人。走上修炼之路后，学习了北凉和轩辕家众多的顶级秘籍，之后又吸收了传国玉玺和多位强者的气运，修为1日千里，成为了黎阳江湖新的武林盟主。据北城之战前，境界达到了大天象，在和邓茂战斗的过程当中以命相搏，将邓茂给击杀，自己也受了重伤，被呵呵姑娘给救了回去。这一战收获不小，
好。两场大战结束后不久，在番外篇当中已经进阶陆地神仙境界，是那个时代最强的几人之一。第5位，轩辕敬轩。轩辕敬城的3弟从小以王仙芝作为自己的榜样，可惜不管是天赋还是心态，都远不及自己的哥哥轩辕敬城。靠着修炼轩辕大盘拔苗助长的无根之术，境界直接跳过了金刚，进入了指玄。在家族中被誉为同辈之中武道最有希望的人，于是便膨胀了起来，当众调戏了自己的嫂子，被决定扫清家门的轩辕敬城以指玄境秒杀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